相比起黃金海岸，位置高少少嘅歐馬拜對斯，係我哋 Inti Design 將會同大家介紹嘅新樓室內設計概念。今次單位面積係619平方尺嘅一座 B2 室。今次戶主藉住買入呢一個單位，希望住嘅地方可以遠離繁囂都市，所以我哋以左暖木調同埋素系風格，幫客人設計咗今次嘅室內設計案例。近玄關位置有道條紋玻璃不鏽鋼趟門，拉開會收喺飯廳櫃後面。櫃背設計成中空，所以就會見到玻璃嘅條紋衍生成一個特色嘅櫃背。燙翻埋又可以將玄關同埋客飯廳嘅區域分開。木紋牆身延至電視機背板，我哋加入咗一個深灰色懸浮 TV 地櫃同埋不鏽鋼邊嘅層板，貫徹全間屋嘅設計風格。設計師喺主人房同中房重組咗收納嘅空間。我哋將主人房門改位，將中房歸入主人房入邊做衣帽間，中房改做玻璃不鏽鋼趟門間隔，令空間更闊落。主人房床頭屏，我哋設計咗唔同粗幼線條，加埋流沙紋形態嘅牆布，令闊落嘅空間可以有自身視覺藝術空間嘅感覺。